難啊！你估唔到，原來我唔係病死，害死我嘅一個係我最愛嘅男人，一個係我最好嘅姊妹，佢哋夾埋一齊陪伴我。我真係死過翻生，仲要翻返去5年前。姜幸如重組勝利人生信條第1條。BB，你好靚。遠離綠茶賤男。你好沙，你係咁對我？唔滿意啊？分手咯。Aiden 係顯兒集團嘅二公子。你冇事啊？其實你都開始咗復仇嘅第一步啦。希望嚟緊嘅都係開心嘅事。多謝你接收咗阿媽呢個垃圾。爭議性討論度先高㗎嘛。作為廣告人，唔可以淨係為咗博眼球而罔顧道德。我明啦，即係個女主應該自己做自己嘅 hero。